3月开班了后，到今仔日总结差不多拄好3个月。伫这3个月过程当中，当然呢，咱大家拢了解，就是因为SARS的这个疫情呢，咱着中为了应用了预防SARS的这个病毒。 所以才强调了一切所有的这个办处。当然，这不是咱道中办的一点。伫佛教一切五教的这个教义当中呢，完全拢是共款，所有一切的智慧拢总来平衡。那因为伫这段当中，伫6月以来呢。 连咧讲，即个SARS的即个病情病毒呢，受到了咱国内一切的即个专家、学者、专业人员全力配合着了咱大家人民百姓的即个努力，连咧讲将了即个SARS的即个病情呢，渐渐呢，甲控制较稳定。 所以呢，才伫了这一次，伫6月份开始，咱大中心才授权，互咱各位单位，伫了地方的宣传班一切的班处，会使呢，大家斟酌之内来开了这个班处。所以早起呢，咱要来值班的时阵，咱的 道清建设内底，多数人才呢，拢有甲咱大家量体温，就是这个原因。所以呢，毋是甲咱量体温讲，我就无安怎样太咧量体温。这个量体温是预防万不一，咱家己发烧知。当然发烧未必然是讲去感染着，有时啊讲模糊发烧，对无？但是呢，为了咱家己。 嘛，为了大家，所以呢，咱必须要配合了政府的政策，以及着咱大中心前线者的这个鼓励，所以咱必须要安尼做。那今仔日呢，咱大家毋知坐进入咱论坛当中，经营了这3个月以来呢，咱有啥物感受？ 因为这几个月来，咱所有班处拢停困，有时啊呢，伫咱这几个月、2、3个月当中，咱嘛有感觉心内安尼怪怪，无啥自在无。想讲本来一个月就有一班课2班拢爱出来，太安尼连续吼，两个月2班，甚至你到3个月拢无啊，安尼感觉心内怪怪。 唔知即个感觉无？敢有吼？确实，伫这2、3个月真正心内感觉怪怪。为什么会感觉怪怪？因为平常时啊，拢爱受到了前线者甲咱讨教。平常时啊，拄着啊，拢爱受到真理来甲咱争论。
毋过安尼形容就较切起来吼，感觉讲安尼心理上无啥自在，咱大家拢有即个感受。那既然有即个感受，也表示着咱各位伫咱的心灵上，敢若亲像爱缺少什么物件，其实也就是缺少了真理。因为咱的自信，若无真理来滋润，无法度通达到呢饱足圆满。所以呢，咱伫即段当中有感觉损失，感觉怪怪的，就是讲咱的自信缺乏了粮食，缺乏着真理的滋润。相对的哦，反倒咱来讲，如果伫即段当中，咱若感觉讲，有一班嘛安尼，无来一班嘛安尼，有来日长嘛小相，无来日长嘛共款，那安尼呢？咱的心理上可能爱小可调节一下，爱小可调节一下。我较真经捌听咱前日者讲一句话，伊讲咱人吼，若咧毋爱食饭的时阵吼，就爱开始烦恼啊。安怎讲呢？一个人食饭三顿，有时啊吼，顶下晡食点心，暗时要食宵夜，有无？有呢。但是即个人啊，即真正无爱食饭的时阵，毋爱食物件的时阵，真正吼表示着讲，咱的身体已经开始出现着了无正常的信号。所以真正真经捌甲咱开始过讲哦，一个人若无爱食饭，就爱开始烦恼。相同的道理，即个修行的学道者，若咱无爱接近律堂。你无爱接近着真理者，你无爱接受着真理的时阵，咱嘛爱注意啊！咱嘛爱注意啊！爱注意啥？注意讲是毋是咱这段当中的心态，对于修行学道的心有去互退化去无？有去互退化无？若知影有去互退化，无要紧呢？安怎？要紧。倒转来，若毋知影吼，咱讲不知不觉的时阵吼，有时啊真正，人讲一句笑话，讲头壳爱摸咧烧安尼，安怎讲？因为呢，真正有时啊感觉讲，伫不知不觉的当中，咱的道心、咱的道念叫退化去，咱也毋知。安尼有时啊要挽回倒转来，有较困难。所以这是咱真正者伫过去捌伫咧甲咱鼓励，所以因此呢，咱来去了解讲修行学道，咱的自信真正要达到饱足，咱的自信要真正达到圆满，咱必须爱真正有真理来充实着咱的人生。那因为呢，伫咱因呢，咱即个班处。讲师也就是丢着了咱张讲师、张小姐，伊呢也就是咱王点老师、王经理遐的即个讲师，也就是咱王点老师因即个张领袖的即个太太。那因为即个张讲师呢，伊自做祖囡仔呢，就伫了咱道中，而呢，伊的道学。并咧讲真正奥妙，真正生活化。所以呢，今仔日呢，咱特别邀请伊来参加大家这个内面，甲咱开示，甲咱主笔。那因为呢，学校呢，受到了咱帮领袖呢，因为本来咱高雄今仔日体育班。那学校本来爱去高雄，可是呢，因为咱高雄的体育班呢，咱是参无收经理学班，而呢，咱这边呢，受点的书甲真人者大家的这个协会，咱要开，毋过无收经理这边呢，帮助人才呢，讲高雄的少数疫情呢较严重，
所以呢，因迄边呢，交做大出人才呢，讲要搁延5月，所以煞变成咱今仔日的即个，咱今仔日即班高雄的体育班煞招退，所以学校呢，才拄即个机会来参咱大家结业。拄好咱帮领领呢，真自卑，可能讲呢，昨年来临时去互想着讲学校呢无去高雄，所以9点到10点，才拍电话互学校，讲学校呢来参咱结一个业。咱即摆讲师已经到位啊，学校莫耽误了讲师真正好的即个教学，毋通呢耽误着咱国语真人大节的即个宝贵时间。重点一项是讲，希望咱大家真人大节伫即个班处，尽量提起咱的精神来依据了咱中港师的即个道理、真理呢，会当启入到咱的心灵，使互咱的自信会当得到了圆满，得到了饱足，甚至呢，咱会当真正讲达到有法喜、充满，学校呢，甲咱报告到遮，祝咱大家呢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感谢。